只是线所有太多，你曾经爱过我，可是到最后你却选择不对我说。关于我道听和途说，相信你也曾经听说过。够了！哎呦！哎呀！哎呦！你怎么会在我家？心意啊！啱啲叫咩？念心意啊！哎呀，啱啲嘢客家人啊，叫咩？客家人有名同唱到迄聲兒哦。他唔是啊！哎呦，還好你創個歌創個董後堂啊！一旦他是某後堂的發的吼，還是唔會轉過來的。我說如果你唱得不好聽的話，我就不會轉過來。真的哦。還是唔別基本你來啊，地方。哎，弟弟啊，有參加過啊中國好聲。中國好聲音啊！哎，我開始哦對你的英雄啊真係懂吼。喜歡唱歌，平常在家的興趣就是很喜歡享受在洗澡的時候就自己在那個浴室裡面開演唱會。那沒有想到有一天呢，我也能夠有機會能夠到歌唱比賽節目上，然後可以演唱給大家聽。從那個時候，大家就慢慢的認識我，然後也有機會可以像現在這樣發一張屬於自己的作品。跟你媽媽想嘛該？哈？你媽媽姓什麼？媽媽姓邱。邱嘛該名？邱靜英。哦，邱靜英。邱靜英。哦，該像邱的同會嘛該同？河南同。河南同。哦，我說今尾是吐印尼來，好好來看贏不卡，好冇？好。這一波嘅張出新專輯《同受歡迎嘅林心怡》，上面係客家鄉親呢，真緊想唔到嗬。林心怡嘅阿爸係嘉義福隆人，阿妹係屏東高速東興村嘅客家人。就算宣傳東門漢，林心怡咪愛出漢來上節目，來認識自家嘅客家文化。阿舅，該不要？要比多喲。我是該不要？羊肉不？哎，羊肉不呀？哇！哎，看到了，哦，你很肉哦，看到了，你全部方的嘞，哈，看到了，小块全部在奶粥，你看到没有？哎，这个是水泥吗？不是哦，泥巴，哎，跟肉末全部按有，还有，你看还有锅棍，啊，看在这里，还有锅棍就是用稻米的稻草那个稻壳啊，稻壳，还有外某浅上有，哎，我看了看一下中实地留下地方，我们爸有访问过该，邱德志，伊妈喺中实地，哎。像鄉人係用河南來做拳網同號，咪要用中式體來做同名嘅。河南啲建邊嘅河南省新昌、洛陽府區呢，南西過後像鄉人主要分布啲廣東、福建府區呢，過後個污水溝來台灣。途中苗天氣像鄉人，單都係對酒量到山頭，過後來到為台灣北部，南部像鄉人。係對酒量先到海南全山，再個來到高雄、屏東府區嚟當建。對中式體同河係因為來嘅，係沿着南宋一類武將侯岳，沿着大洋嘅年月，勇敢崇稱，皇帝就書本記中式兩隻詩來保養。侯岳後台加錯，直到也當公用，就悄悄地用中式體來傳家。是很高的一個榮譽，所以說你們姓邱的人為了要說啊，這個大將軍太厲害，所以就是用這個東西來做你們的堂號。中實體就是你們姓邱的，等於說你們這個像許文你懂腔，就像你很厲害一樣。我很厲害。嘿，他剛上你會日師，跟他講啊，你冇清楚，你也不喊他清楚。你看下對聯。河南書記縣太面得直。河南書記縣太面得直。哎，厲害！哎，好假把講掉嘅，哦。呀，這東西出來，河南同嘛，河南同加邊，河南加天同開始開始嘅。開演梯啊，開演梯嘛，先天推面的，就希望後代呢，一直擴，能夠散出去呀，散出去，還有兩位，過來呀，好，好了，中式傳家，後世記書上。中式傳家，後世記書上。哇，很強哦！哎，你好厲害哦！哇，哎，你好厲害啊！
哦，我回去开始就是讲这2行给大家听你。看就是要忠实传家嘛，忠实后世传家继续这个书香，对继续我们董威 talk 书啊，对然后继续延续这个香火。哦，河南糖是他们的，你看他比哦，妈妈也学会了。我平常是冇注意到，你哈是第的吼。我的客家人啊，我是严心怡，这些就是妈妈觉得我学习的很快。那时候有一些机会上那个客家的电视，因为在那个因缘机会之下，我就打电话跟妈妈说：“妈妈，我要学客家歌，你可不可以教我？”我觉得我学的还蛮快的，然后也因为从歌曲当中，我现在可能也听得懂几个客家的单字，所以说不定以后就是，像今天小钟哥他在讲介绍的时候，如果他有讲比较慢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我是可以听懂的，但是就是可能讲的话要多多的练习。言同理水全易修，所以咧，理水后，佢才分出来不错嘅啦。哦渭水从渭水那个地方分出来几千之秀哦，分出来，扶手穷山变马对吧？就个肉头白死，对，剪刀啊，海南岛，哎，到海板锅比啊，如果海南岛啊，穷山嗰边来到了地方，嘿，哎，一脉相懂清楚。要天逢之松，要逢去懂后通嘛。冇唔錯啊！要天客家當時客家歡喜咪接主啊，來做事不分祖先係，哦，所以結果啊，天嚟，嘿，啊嗰個做事不係客家嘛講啊，來蒲個牆係咪？嘿，蒲太路蒲沙嘅蒲個牆係咪？嘿，啊結果都蒲唔得啦。哦，你聽得懂嗎？就是原本呢，它是要因為老舊了。他換了比較好的一些石頭或者是水泥來做這個地，結果不行，要用原本的這種泥土的地。他們沒有了解到前面有那個一些典故，沒有交代，沒有交代，結果後來就把它敲掉。敲掉，原本的那個地其實原本是很好的地，這樣，原來是這樣子，很好的地氣，然哦，後地氣，那常常人家講要接地氣，麒麟地，還有一個蟹就是啊，地蟹，地蟹，那蚯蚓啊，蚯蚓，兩你是來打，哎，還是把它打掉，換掉新的那個哦，白就沒了，哎，哎，那個感覺換就沒氣了。沒有。阿 Q 講啊，雖然講過後夾到樓梯陣靠體咧，不過規則體裡夾曲已經鋪槍槍，東南部轉來嘅。唔但像安呢，對體裡好有研究嘅阿 Q，過後咪發現天棚等嘅量係有矮，未有共用嘅問題。用啊都按啊嗰啲流水啊，我流出去，係按流水嘅啊，呢個橋啊，嘿，流水嘅橋按咗用啊，嘿，啊鋪嗰啲按咗用啊，啊用啊，結果嗰啲係別行啲，啊別行啲流下都衝你流唔知啦，嘿，原本好好的風水被它整個打亂了，反而是打掰的嘞，一些長輩一個一個就跟不一樣啊，不平安，哎生病那時候真的可以感覺到嗎？懂懂？懂到啊。阿 Q 進一步講，佢自家冇喺啲夜間風風度，唔過喺啲鴉片嘅親戚中錯，而嚟沙定而嚟發生意外，屋企人傷心流目子，故所怎會有流目子安尼嘅講法？這個是陽，哦，就是那個向上嘛，哎，老天向上，陽，這個是陰，這是陰，向下哎，向下。那你那邊裡面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會有點內寸的問題？這一隻，哦，這一隻，哎，牆壁正中央的，正中央的這一隻，這個陽給它搬到這裡來了，就錯了，不對了。哦，等於說弄反了，哎，弄反了，哦，應該是要配到陰的，哎，它這一隻上面弄到陽的去了，哎，等於是在流眼淚，流眼淚，哦，哎，那很離譜哎。大家詳細看那方面後，無下去翹翹嘅牙，佢下背係唔係拄好對待一支兩處呢？也就是可人流目子嘅體理夾曲。也按多年來，阿 Q 連帶老老伯火風嘅夾曲漲過，屋企將天天嚟變好，還真係有得為喜慶呢。透過這個節目，我了解到很寶貴的一些歷史。我也希望身為半個客家子弟，能夠希望我以後也有能力可以一起來維護我們的、保存我們的傳統。
面子嚟林心怡阿妹我家嘅總實體，接下來阿 Q 愛帶定大家來到隔壁嘅高中屋下，也片當地嘅準備一場澎湃，我來歡迎林心怡還有家妹喲。細妹安江，細妹安江，千秋間。他的牙齒紅紅的嘴唇，是彩色的臉上。哎呦，你睇字嘅嘛啥？人家送連衫，哦，連衫係咪？哎呦，連衫都最好飲喎。你一買你死啊！一東西全部你做呀？哎呀，哇，好香哦！基本上落到啲地方啊，吼，實在吼，按這些啊地方吼，出邊按到東西，按好嘅東西啊。啲地方係古書中嘛，古書有人講係水果之，水果之鄉，係水果之鄉啊。超過有當多種水果，有木皮、木瓜、芭樂。哇，一年四季都有啊。我說水果是它多啊吼，皮膚啊真係多吼。哎，還有啊，雷鋒，你看柠檬啊，哦，原來檸檬長這樣哦。沒有，那神明他們身體能拿出來，每一個都長大顆。那平常時看得懂，平常時看得懂細的嘛，我倆正經動態。啊，哎，看到了，哎，兩葉飯錯嘛？煮鸭飯，哦，你兩個耳朵煮鴨飯，嘿，那蒙裡面嘛個品種呢？金鑽，哎呦，對，金鑽，我有做過直銷，金鑽是最高等級耶。哦，最後哎，哦，飯匙，這個拿到很多這個洗衣板啊，還有要做哪裡啊？飯匙，哎，你唱太高，你要不吃飯黑啊？米都有。兩葉飯錯嘛？煮鴨飯，哦，你兩個耳朵煮鴨飯，嘿，材料冇咁樣啦。哦，材料冇咁樣呀？誒，啊，那嘢南部都用廚入去做嘅。哦，誒，米湯凍香呢？你有吃過嗎？好吃的，有吃過，小時候應該吃過。很好吃，又甜又鹹。有點鹹，加皮有點甜甜的，加铝箔肚啊吼，加肉脆脯，哦，凍香，還有那個蝦米，就看到裡面還有，小時候的那個回味。這是也是這兩米湯，還有還有香蔥。你食緊米湯越肉越嚼越香，加你的米湯， Q 哦，真的好吃，我一扎一個接一個，哦。醋鴨飯係高數將食力到嘅特色美食咯，老葉草改做醋尾鴨，混熟打水過後，加入白糖變醋鴨膏，再個老板車切咗球嘅皮，料就自家嘅口味嚟做搭配，要款呢咩要仔嘅，今比沙琪夫人家還特別準備嘅材料，愛伴林心怡親身嚟體驗，又食又好搞，真件係快樂到難唔得呢！平常時啊，你也是做的做量，你一般啊做的做乜嘅？專門做熟嘅，啲白鴨皮，嘅皮吼剝好嘅嚟去刨片外皮刨嘅嚟吼，就變得它可以講嘅啲熟嘅。啊，那你可能會做乜嘅熟呢？你做乜嘅熟？哦，啊，那年肉豬前吼，就主要拿來做熟以外，調擺磨火啊，弄鑽木取火一些。嘿，主要廚要要刮啊，要廚刮，廚刮做開嚟剝嘅啲皮嘅嚟吼，骨啦，所以煎會香，煎水煎啊香香，要加點火，如果要加點火嘅加安尼點嚟點面，點火油，它做的電火也可以，它可以當做繩子，可以當做那個火種，點火用的。啊，鴨尾啊吼，咱頭擺肉煮嘅吼，啊煮我能試啊，我下吧我能試一試，俺都摘入個廚入，摘嘅吼分煮麻絲，煮麻絲入個廚入起嚟吼，經過人嫩吼，分洗煮起來，洗煮我能試都好嘅。哦，頭擺它用途蓋吼，即係不得見嘛，蓋到人講弄入個廚入邊，混嚟做強搓茶用啊，你入好嘅。不錯，我看真嘅米都好乾嘅，物盡其用，但是厲害的地方，哦，還有咧雕菜，你係咪雜種咧？哎呦，阿小鐘咧？哦，你做法中嘅啦。哦，
不是那个水啊，最强的水种的啊，包括稻米，你看水质好的话，种出来那豆米呀水果呀雕出来，一定是最好吃的。再叫来说看看，很细啊，凉拌啊，阿 Q，阿 Q，来赞赞了，好吃。赞加些豆油，最重要哦，你咬下去啊吼，跟住跟私人的甜的米都是出来的。哦，这边那水质好啊，这个水来个米都是冇用咯。我要切，哦，愛溫潤先，葱啊，差唔多一個，要差唔多6-7公分長嘅哦，都凍醬啦。太啊，要差唔多3公分半啊，台灣3公分半最都好啊，要嫩啊，做當好是都錯啦。那蒙里黑马该品种呢？金鑽。哎呦，金钻，金钻，我有做过直销，金钻是最高等级的，最后哎，很强哦，自然的甜味，自然的甜蜜哎。阿 Q，你看蒙里啊吼，是卖台湾天黑啊？唔咩？買東南亞嘅國家，泰六你一條賣幾多錢？泰六一粒台人民幣100元，差不多500，差不多500元，台幣500元。該日本哦，日本吧，差不多2000元，2000日幣700，台幣700。哦，該台灣賣幾多錢？台幣50元。50元是？50塊就有了。看到，大家都台灣幸福，大家都古書幸福，古書一集，啊我古書要會50錢，我請阿 Q，唱一聲，50元嗎？50，啊，阿剛宇，做得冇？我請你做的啊，做的。哦，熱情，有台風，古時候大家會支持啊，吼，看台灣的水果啊。台灣用什麼支撐？水果王國支撐。對，古時候真嘅大家好來珍惜呀好食的水果，來果蔬是吃，搖出來，還有水果是抽，還有料哦，2嘢半，蠻好食。飯呢？要唔要講？除一半，大家分入來果蔬。從一班認真做起來當麻煩，一下為大家中辦嘅人見來見少嘅。經過3期之後，咪係退休高中嘅一飛講實忙傳統，訪問嘅佢係70-80歲嘅老人家，將天天嘅傳統從一班文化，還個結合早期嘅廚藝生活用品，老廚藝所還有廚藝鞋，重新俾大家看到。希望一下嘅後生人唔好貼標聽頭擺老祖公嘅生活智慧。哇！你睇嚟到呢個鐵房啊，動鐵背咯，全部看啊！阿伯吼，阿伯妹啊吼，你歲數都動態嘅，你喺動型沙皮嘅啊，看到你動我阿公阿伯哦，有我有要歲啥的呀？這個拿到很多這個洗衣板啊，還有要做乜嘢啊？飯匙。哎，你唱太高，你要去食飯嘅啊？米都有啊，米都有食飯，哦，來要去食飯，我說是用料來食糖嘅啊？沒錯，啊，真係假嘅？一樣啊，拿散布來要去食嘅啊？一樣啊。哎，還有料哦，這樣會好，阿寶妹，哇，還有飯匙，還有那麼東西，這抓羊的呀，那吃飯的弄的，還有乜呀？阿寶妹來呀，阿寶妹來呀，兩飯的，還有帶塊的，不錯，一定要殺鐵，當你來要去吃飯的呀，拿啲東西來要去吃飯，啊真嘅，我哋要整牛肉的呀。也做牛肉，廢物利用。哦，廢物利用，廢物利用，你做乜利用？你喺做乜㗎？哎呦，嘿，太假好！我說欣賞，你塊誒，還有那東西全部做得落打拍子。示範看，1、2、3。哎呦，我聽見了，哎，聽把看到，還有料，看料的東西。哦，來示範看。哎呦，很開心哦！哦，阿伯妹，關於來當鄉長咧，係帶哦，年紀多少？來啊，75年。 75歲哦，看唔出來咧。哎呀，你安怎媽咪啊？鄉鎮，跟人家同我咪去同。都三線堂啊。哦，三線堂，三線堂。哦，還有料，阿伯妹，
有吃过吗？哦。哎呦，你也是最开场的呀！Kiki Coco， 大吉乐团，大吉乐团，全台唯一。哦，全台唯一。同贴边，还有全部阿爸们看，全部吼，看哎呦，身体全部同贴。阿泰哦，做阿泰哦，哎呦，哎，迄想做阿泰诶，82岁做阿泰哦。哦，已经做阿泰了。阿泰举手一下，哎呦，太太啊，想做太太。叔公。哦，哦，混胎妈油诶，哇，你看有5、6个都已经做胎胎哎，胎胎是泰国话，你胎胎。没啦，就已经那个岁数都已经非常大，所以他们最适合玩这个 Kiki Coco， 你知道为什么吗？耳朵不大好，再大声都没有关系。好，准备咯，夹夹来轻松呀，全台唯一的 Kiki Coco， 好，夹夹来轻松呀，好了，哇，韓貼片嘅大金樂吹哦！韓國有論大秀，喺台灣告訴話，連新年媽媽嘅老婆動情生氣，咪有 Kiki Coco 大金樂團來撈大家餅，利用西餐餅、銅瓷、木傘還有正餅來做樂器，打出嚟一條又一條當好聽嘅交響樂，咪打出阿公阿婆嘅生命力咯！你的力道特别的大，看到吗？哦，大了外有，看到？哦，漂亮。你看阿爸，平常时啊吼，木卡啊吼，家里的压力很大。该啦，你讲啊，好像是全台唯一怎么样的建筑？台灣唯一唔同泰國啦，我哋以前嘅地方，哎，哦，很強哦。哦。用到是一種絲絲如意的，是，你阿黑娘嘛啥？火胎哦，原住民哦，我应该也会有一点点哦。你可以有吗？油葱，原住民的朋友，因为我妈妈也是有。妈妈有一点，你妈妈东冲阿美族的。哦，大了外有，看到？哦，漂亮。你看阿爸，平常时啊吼，木卡啊吼，家里的压力很大，来这里发泄。有某文艺的事情吗？某。你看，认真。认真，找到我们家的砧板的用处了。对，回家你可以这样敲敲打打。可以敲敲打打。哦，哎，他家精神全部懂好哎。你吃到热量不一样，好嘅东西啊，对人身体有我看到好愛身體好無都啲啊。好啊，哇！哦，可以有身體哦，係啊，可以啊，非常可以的，謝謝郎謝聽。好，給我們什麼大家支持？啊，1、2、3、4，啊5、6、7、8。出題一位年紀嘅阿公阿婆 ，Kiki Coco 大金樂團嘅成員，還有幼稚園嘅小朋友、老小學生哦，年紀差係會7、80歲嘅左右，演出嘅下唔但唱火到當好，還加有老嫩融合嘅貼片魅力。拜訪嘅連心怡阿妹嘅愛家，沙丁小眾帶定蓮霧兩字愛，來到位炒菜差唔多1點鐘嘅架動，認真也素菜呀，沒有一類當貼片嘅風風同好愛笑嘅本連心怡哦。那你倆吐落倆鐵縫啊，吼，去加凍，倆鐵縫啊，吼，凍鐵片啊，吼啊，倆吐去一隻鐵縫，倆鐵縫。跟我在那邊看也不太一樣。你香嗎？該？你姓什麼？
啊，球球球，你爱堂号是什么？好难同，红南堂。我相总，哎，我的堂号是颍川堂。颍川堂，不过姓赖的、姓陈的，哎，也爱堂号恐龙会颍川堂。真的吗？沙哈龙爱突你来呀，香谁喂？姓肖的，姓肖的，也爱同号老米的恐龙，嘿，河南堂。也是河南头，嘿，还有泰国都该带 any， 然后底下不要懂这边，底下不松腹肌哦，它这个是回字形，是有2个口，里面有一个小口，外面又有一个大的。哦，懂这边，重点是全台唯一，今天会见识到，是看得到的，哎，小木的河南堂的家伙，泰国。哦，哇，很高兴欢迎你们。哇，哎，一看是不是看到了？好啊，好，你这个叫做什么词？你知道吗？半夜词。半夜词。哎，客家人呢，如果客家人的货品工厂，哦，有钱的啊，前面一定会有个半夜词，半夜词，因为他做的脚，哎，然后有时候万一有发生火灾的时候，他可以用就近用这里的水去把那个火浇熄。开口做的可以烧下假冻下地方。好，你讲，嘿，大东是离了靠海客家村，有做生意条件，嘿，这个头摆要发展，有5个3级古迹，全台湾最多古迹的乡。青州街是大环境，所谓开山湖湾、开山人民半岛。在我们的当地是横镇开始，横镇就叫垦丁寮，垦丁的公寮，这垦丁公寮都安尼落的。你们现在有机场，大龙机场，你们觉得南极之旅，你们记得去维丹，佢哋啲南洋嘅。嗰個佢加東鄉喺日本喺清朝嗰度建設，那樣鄉有5個3級古蹟，嗰度叫做加東廠，民間自籌的加東廠，要有很多以前老的狗咬，頭擺喺山谷啦，一出動作頒獎狀，一出動作頒獎狀，打開人們規劃上，打開人民規劃上，規劃按項目設置。規劃按項目嘅節，阿妹按獎無強狀，阿妹按獎無強狀，無強狀才會啦。無強狀，是像你啊，阿妹按獎，阿妹按不同裝啦，不好約會啦。一出嘅輯閃茫茫，日本打來波手狀，年頭咱去本港，面到大溪鐵路旁、西路旁啦，都係來啦。加東是離抗日的最早的基地。很壯烈了，他當年剛講了，剛講，唔講日本人，對啦，堅強的，老李恐龍在歌唱這條路的這有堅持，本土意識堅啊，持不本土意服輸，識，對，有個勞動上，真言神奇，哦，殺了出一輪，我帶你去參觀，哦，哎，有獎哦，獎，曾一涵獎哦，看到嗎？哦，no，九拜天種，這算是什麼建築？我覺得有點像巴洛克式的建築，冇錯，對呀。哦，很強哦！哦，用到昔日的絲絲如意的，事事諧音詩兩個絲啊，那個如意，中間一個如意，對，這巴洛克式的，大概70、80年代肖家為了炫耀，也學時髦，把它改掉的。哦，哎，開口了，要不要看一下？該哈，哎，你講啊，好像是全台唯一怎麼樣的建築？我台灣唯一同台北啦，我哋見見有天堂，天堂都建做拜天公、後殿、天天，唔同的台有灣。典故的，台灣最睇緊咧客家微量風，有4運廊梯，呢個國家3級古蹟。哦，假以來要幾多個？有個30人嘅夢嘅，呢度係8個山。太大家家族庭哦，哦，太家庭了哈。哇，哎，看到哎呦，真嚴重。很想要看，哎，禮拜六看一下，出門我禮拜六看一下。阿強你來，好了，哦。太哥，哇，看到人家祖先呢哈。這是第一，開台尼斯誒，哎，祖清華宮字蘭斗，你啊神師誒，哎，光明宮，你啊迄名嘛啥？剛啊普胎哦。原住民哦，胡算看，太改輪廓很深，你看到嗎？你嘛有原住民有啊，很自豪啊，哎，真嘅哦，安島，胡說可以有安島，哦，看原住民，然後客家人結婚，哎，哦，那這樣子的話，
我应该也会有一点点哦。你吞有吗？油葱原住民的朋友，嗯，还有红蓝哦，你应有像哦该也你的祖先应该也有，一点点哦，嗯，一点点。好像红蓝。因为我妈妈也是有。像你有没有不同啊？我妈妈东冲阿美族的。林心怡讲，曾經有當多人誤會佢係原住民呢。啲講是同山過台灣嘅年代，差唔多單單都係羅漢腳誕生來到台灣。就調查研究，南部嘅行人單單都攞西拉雅平埔族結婚，喺台灣建立嘅新家業。我婆睇啊，阿婆啊，有啊，阿婆。哦，你阿婆呀你，走过头了哎。哦。熊猫现在叫大陆妹了。当时原阳阿婆，原乡阿婆，原乡原阿阳阿婆。哦，你阿婆是拄了那台南妹阿婆，还台南拖哎。嘿，你看，你阿不要正义东体边的建筑，是这个双回龙的建筑，是它讲伊东冲体里，讲你讲很重视地理。路无，甲工厂那边本来甲体力按后，一重新改建没有弄好，就会很麻烦。还是某后嘞，该你做的图给你有看一下，你要会体，哦，来。哦，哇，哎，那是秦厝嘞，这是我情书。要马啥做诶？上来做哎。哎呦，泰哥，哦，厉害呢，看不出来吼，同用心啊，从事文化事业啦。嘿，迄年去马武街啊，下不出去也来太活动。水会聚财，遇水则发。风水讲，前有水，后有靠，登堂入室步高升。啊，装逼的迄个真神感，那边黑板布，这个口，这个大口回字形。它这个有高度，对，登陆高升，对，风水格局。看这个越来越高。对，先讲生，他要讲发，我的聚宝盆。聚宝盆。后来我的头三昂啊。前面口是小，后面越来越宽。聚宝盆，聚宝盆就出来，聚财。风水的风水体理的，哦，下巴部的还有批，你上次来房间，最落嘅係8個10年啊。嚟講客家美容服務，佢要出人呢，要無糖要白糖，風水格局。不烫，你大概就是晒稻谷的地方，哎，这就可以晒。大家可以在这边玩。哎，所以你们做猪料会搞不同，不要。但是客家人不會炫耀，看不出雕龍鳳富麗堂。低調。其實富麗叫馬背絲網，沒有翹燕尾網。對，翹燕尾一般都是那個 male 啦，或者是講體統，921轉槍槍。客家人都實用為主。心怡啊，該你他知道後，哎，待那位你啊。我在想，我应该会住在后面吧。嘿，应该是住在旁边。旁边啊。旁边，因为晚辈啊哈，全部待旁边，越辈分越高，越重要的人哈是待大家最中间。所以我们就是去保护。嘿，那等于说开枝散叶的感觉。哎，越晚辈就住在越外面，对，嘿，我要是真的感情比较不好，可能会住到隔壁这里来。哦，没啦，这差不多是待两位啦。哎，围在中间，围着长辈，因为我们的对注重啊吼，是最重要的哦。哎，还有两看到吗？有歌，要骂啥下呀？桃花开，消极子填词啊。小波开风，家中风风梦。小波真件係大家庭呢，今畢業後的林心怡，按張啲人嚟家度，保存嚟按到千完整嘅微量風風誒。小波來台做200多年前當建啲家度，作酒落色，天天嚟穿到太白前，變做家東地區嘅大家族。哎，泰哥，你看哪个东西啊？这是这个是一个椅子黑啊？椅子吗？对的呀。是烟杯、砍杯、压布石。压布石。哎，这个是。师爷写的《石雅虾》哦，第一页第一言属哦，你看铁板是有写那个遗言，大小不平之事，只能忍气吞声呐。波推要自尊，我记得按样呢，要注重搞好的东西啊。基本穿太前一定有加盐哦。哎，冬天边嘞，就是客家人有面孔啊，按到住啦吼。铁板看到兰陵塔，可能第一次曝光这是第一次让大家看到。铁板看到看到，哎，你客家人啊，鐵板看到。原來10分鐘10分鐘。嘿。哎，泰哥，
哎，还蛮个东西啊，那这是哎，椅这个是一个椅子黑啊椅子吗？要没元对对啊宝有要，之前烟杯、砍杯、压布石，压布石，压布石，有做嘛干？眼部做杯揪揪，哎左右晃动，哎那个底座，哎，哎砍杯平的，哎，台湾你看不懂有你咧。上要上到的，哦，郑明聪我。要搬。哦，我先上原來版呢。就管你个地方。懂以前我们全部第十代就是烟杯、粥酒、金币工厂传起来，赚钱的，所以这个房子赚的钱你让他插头看出来，他赚来的，看出來啦，哦，哎，那塞條嗎？哦，元寶啊，元寶的造所以一定型嗎？要留着。哦，講哎，他赚了一个屋子的钱呢。这个是秦堂叶吗？不是秦堂葉，没有多少，秦葉堂。秦葉堂糖在中間，糖放中间是因为很重要。對，應該你看河南堂啊，河南堂應該是河南堂，你會不會嚇到秦葉堂？哦，要逢元名，哦，所以每一间都有它的不同的名字，房间还可以给它房间可以取名哦。啊，你看看几有钱呢！胡寿，你不要误会，他这个秦叶堂最重要的义工娘后台情人对，不情错业口随身，哎有姓氏啊，厉害就他刚有上了大片的意思，哎，哦，里边都是有下的哎，河南同学快河南来看一下，哎，一进来就看到河南桶，哎，东清楚的河南桶，哎，看到了祖宗的牌位，还有了不呀？后面啊带呀，是阿公啊、阿婆啊最重要的人。长辈住的地方，哎，带这里正厅这样地方。这里是正厅。嗯，错。哎，再推给你的参观一下好不好？哦，有左青龙右白虎。对，左青龙右白虎，左青龙右白虎。中国是以左为大，所以这样龙位哦，龙位哦，最大的。嗯，最大的带了位。哎，这个是请师爷写的《石雅虾》哦，第一页立遗言属托。我们头版是有写那个遗言的，还有奖学金哦，叫苏田之业。哦，日本石头，地方G721啊，要注意收入，咱比技能都懂点都太好。嗯，要注意很聪明、很精明，会理财又会教育子孙。哎，你看，一下四都讲哎，给他四行讲。有点够重要的啦，搞太公谁不会积损物天不人言？下来东西啊，还有用到点文言文。大小不平之事，只能忍气吞声呐。好推让自尊，我第一人按样呢，要注重搞好的东西啊。基本村太前一定有给演家族要团结啊，不要变成四分五裂。你下一样东西，你就记得，你就要从村太前。嗯，来，OK 了，简单。哎，太公，哦，你那门很强啊！看到暗斗拱堂、暗斗凤凰，我看过暗墙的了。哇，还有颜色在上面。对，头拜啊，门上面还要这样，细致。哎，要这样雕梁画栋的呀，真的哦，懂有钱的到，把这门嘿，马干门，那个总门，总门，皇帝来要不可以总门一下。皇帝来就要开。圣旨到也要开中门接圣旨，在天公堂要接圣旨。哦，胡说平常时，我也无同意啦。平常时你也会门无打开咯。做公无随便进堂啦。做公堂咧就是。公司小宝喺火房嘅下，所有嘅材料都係對中國來嘅。韓強嘅銅山師傅精心打造，各間屋都有自家嘅特色。是唔過廿三門用暗奇怪呢？看到迄個門啊吼，用暗奇怪，用無對倒，那無做好嘅啊。有没有洗过名气哦？嘿，你可以要抹对章嘛？嘿，那我無對章你乜用哦？煞氣穿堂過，穿堂煞不利，口對口會口角，嘿，口對口會流傳，或者中心線錯開。所以稍微的錯開。炸地蝎啊，炸地蝎，沒洗都蠻蠻哦，比較謙虛，不會炫耀。你看不出雕龍鳳、富麗堂，實用為主。而且這個門你一定要他們家人或進來的客人才看得到，你看多低調。看到沒有？金光閃閃，我看到冇？哇，哎，太哥，技術，哦，兩萬沒同科那啊。紅岩廟，你兩個對聯館呢？哎，等於是承先啟後，承先啟後的，繼往開來，繼往開來。哎，要夠高的嘛，步步高升。這人在狗，你有覺得你哪個？這個房子越來越高，不同位階，應天宮，該不會祖宗的更比祖宗更重要，對嗎？
神仙，神仙，神仙，你看到没有？哦，天地，他年跟我拜偶像，他年跟我们拜关公爷会，他年拜义民庙，总引起中永宫，请三妈总冲的，对，福德正神，福德正神，所有神都在这里的啦。你扣偶像扣不完的，这代表一切神。一切，对，因为天地的神全部都在里面。他年跟我们拜偶像，阳门还是这个一般门是甲武将凶神恶煞，所以门是仙翁仙女，他唯一的。仙翁仙女。对，这种很有心，这个很珍贵，留下来就会给他祭祀赛爷。然后这个一个法典都写的要进入周哎。要喝仙姑啊。对，那个南极仙翁。南极仙翁很少见，一般没人都是武将。哇，而且你看神明呆，你看这样飘高。很高哦，哇！这人因为它要越来越高嘛，就挑高越来越高。这个是叹为观止哦。该会不会最高等的？最高的。你看看哦。不是，第一次看到人家的家，我哎呦，快点看，很高哦，明德居。要等于是取居室，居就放旁边，前面是堂是摆中间，最重要。居就居放呆，等于是取居室的，家族聚会的地方。等于说，因为这个家族很大嘛，大家可以聚集在这里聊天啊，或干嘛都可以。今比真见当冲刘阿婆行业太感人，太開眼界呢，係個無太過來帶路啊，都好還會名無路哦。小和夫婦現正保存到東灣鎮，當有特色。1985年出版內政部列做係3個古蹟，一下看到嘅唔同大規模，經過20年爭起好勢。小和雖然腳照來落實，後代子孫沒有人不會，還要做龍骨成理，實驗見來見睇，還有自家專門嘅生產基地哦。泰哥，你看这模型嘿，哪个模型啊？亚个俺的手部的组成的生产基地。以前无天价用水做动力，用金米，算得出国。高雄市唯一科学的客家庄，俺哋去台南卖布、卖米、卖酒。等于说发基地是工厂生产基地。生产基地是都了呗，大家看得到。看得到。哎呦！一定要去看一下。嘿呀，你看双溪堂前会，哇，外环抱，船富港。你看看这个体力有几好。一样都是很。高雄是唯一科学的客家庄，不是有做生意的条件。泰國講頭擺精米廠嘅味素，就係啲亞條河壩嘅順頭。唔過現正成日改變呢，精米廠做出拆脫咧，頭擺順頭嘅田也下咪變咗為唔同，行家超啲也得嘅。小總記到還發現了另外一件當貼片嘅老貨房。當貼片咧，我看到蘭陵堂，我住持客家人有面孔啊，按到嘴啦吼。第一擺看到蘭陵堂可以衝落去我哋小木嘅，山東蘭陵，山東，我們從北方，我哋小木從北方移民過來的。現在山東有個蘭陵鎮。是我們蘭陵堂的祖先，所以說看紅蘭堂還有蘭陵堂，全部將社會。有個8個人都不演，8個人哦，係當然。我爸爸媽媽往生以前有一幕開過，兩落幕係兩個那鋼鐵，兩差不多多年間，可能第一次曝光啊。這是第一次讓大家看到。第一擺看到，以前冇開光啦。你客家人啊，第一擺看到。原來10歲都會識看到。懂事。我第一擺看到蘭陵。很多字畫。我看下咧。蘭竹板蟲船越獄，你看它是臨江屹立望琉球，可以碰到琉球島。哇，真的！小琉球，正東西向。以前啦，現在有地人下線了，可惜。人家體力暗厚，一定會來長這個。人家後推自身會懂厚。謝謝。係啊，啲蘭陵堂前，全台灣青路嘅一條蓮霧樹下，以為林心怡動感動人嘅歌聲，還有暗號嘅景色，真見一舒爽哦。
睇講一下係喺啲一件蘭陵堂度，佢講愛種好老祖公嘅貨房，種係肥熱。啲家棟其實係有一件100年嘅林木貨房，種定下貨房嘅睇過，咪竟然定家棟前有名嘅楊青葉，來去，一下就來去拜訪佢了。一向物嘅同事啊，叫拍下，白蝦頭擺了尾啊，全部喺田地中喎。你下全部落去。而家耕田，因為儲含地過來嘅時候，已經鹽巴係嚟，所以就係嚟攞嚟做下。你了尾拍下身，白香，全台灣總有名嘅。總有名。哦，看到冇？快喲！怎麼這麼快哦！哦，拍下。很多大豐收哦。白蝦哦，看起來真的非常新鮮。哦，你看到冇？哦，哎呦，加冬咧拍下，還有很多啊，很多哦，見唔見做小籠包誒？唔呀到兩啥，看到拍下就貼邊睇貨房，唉，真勁哦！減開嘅家棟，現在水質當好，當合適用青葉來發展，一年嘅產出啦有5億元按到呢。那東牆嘅咧下拍下，好我講，真嘅啊，不用加任何的調味料，一點點個鹽巴哦，是它的原味是龜條，很好吃。哇，最重要啦吼，像乜嘢啊？你有香菱錯嘛？乜嘅時節來到家棟了地方，清朝乾隆時代，19世紀香港來到家棟。看一下，到那邊來，台東那邊來，只有兩個位。哦，蕉林那個地方來到家棟，不錯，看到這族譜嘛，吼，每一個縣市的族譜做的都不一樣。那我們可以看到，哇，你看到嗎？周伯林公林監公一巷，姓林的始祖，你看到嗎？哎呦！媽祖林姓祖佛天后聖母林默娘祖姑像，所以你要靈解。你該頌缽一下問靈地，天媽個日子。一般林木嘅堂號係四號堂，葉片高高吊的滿離體，係現正林木老祖公林鳳老孔子倡告禮嘅根本。孔子陳述其太宰司門。後代子孫知道當公用，故所就天天嚟用滿禮堂來做堂號。今比聽到林先生轉到高數，還來到為家棟也客家鄉鎮，看到為規模當大嘅小個貨房，係唔係本意得到當多呢？客家人有名堂，下一拜見面了。